你識唔識預判你另一半諗啲咩啊？自從公開咗我預判性求婚之後，除咗收到海量嘅祝福，我仲收到有啲 DM 問我點樣可以做到神預判。每一個呢啲留言我都一致回應噶啦。想學識預判之前呢，首先要學識唔好預判。通常我咁答呢，大家都覺得我講笑，但係其實呢，我講真噶。睇開我啲片嘅都知道，曾經有段時間我哋分開過，好記得分手前最後一次同佢講電話，就係佢收工如常打俾我，想揾我傾偈。我就掛住煮飯，然後態度好差咁同佢講：你咪阻住我煮飯啦！就 cut 咗佢線。嗰日開始佢就冇再打過電話俾我，然後我哋都好快分咗手。分開期間，我哋講嘢嘅頻率唔似一齊嗰陣時咁多，而且溝通都只係停留喺 message， 所以我就變得好珍惜每一次同佢傾偈嘅時間。直到有一晚佢打俾我，同我分享一啲佢新嘅睇法，嗰陣我先第一次知道，原來中意嘅人同自己分享佢嘅睇法並唔係必然嘅。原來聽對方講嘢先係真正了解緊呢個人，同埋參與緊佢嘅人生。嗰晚我同佢傾咗成個鐘頭電話，我好開心，亦都係呢一通電話令我明白到聆聽對方嘅重要性。自從嗰一日開始，每次佢要講啲乜嘢，我都唔會再閘住佢講嘢。如果立場唔同，我都唔會再急住去反駁，因為我發現原來所謂嘅夾唔係要兩個人嘅想法一致，而係當知道大家嘅不一致，仍然會去尊重同埋理解。我話要學識唔好預判嘅意思，其實係要學識去聆聽。當你聆聽得對方越多嘅想法，你自然越了解佢嘅思路同埋行為。去到某個位，其實你好自然會知道佢對每樣嘢嘅反應，根本唔需要諗咩預判，因為你諗預判嘅背後，其實係想操控對方嘅思維。當你開始去諗操控，就係走向爭執嘅開始。咁而家